海外禁婚了后，为福部配合婚害防治法修法，被扩大到国家公园、公园绿地，总共169个所在，拢会列伫咧禁婚的范围内。也就是讲，除了北分区以外，拢袂当食薰。法令已经伫咧11月15施行，违规者会罚1万块。也若未来这禁婚的范围可能连夜市啊，只是会相关拢会包含在内，目前还阁伫咧协商。在假日全家大细正欢喜吹佚佗、欣赏美景的时阵，都惊闻到阵阵的薰味。为了要予民众有健康无治手薰的旅游环境，卫福部配合婚害防治法修法，扩大国家公园、公园绿地等169个列为禁婚范围，除了食薰区以外，拢袂当食薰。法令一定伫11月15开始，违规的人相关罚1万。烟害防治法19条就是除了吸烟区以外不得吸烟。那如果说这个国家公园或者风景特区它没有设吸烟区的话，那它就全面禁止吸烟。根据国建署统计，国家公园、公园绿地为自2014年10月开始禁婚规范了后，18岁以上人口的室外公用场所自手婚曝露率，111年是42.9%，比103年的54.6%下降11.7%。上定定有人伫面头前食薰的室内外公用场所，照顺序是车路顶悬、行路顶卡车户外通行的场所，24.5%，公园甲风景区6.3%。即摆外界都希望未来禁婚范围能扩大到夜市啊、甲日市的相款顶，毋过相款认为执行恐惊是有困难。当你划设了禁烟区以后，你有没有这个人力去管控这个部分？我们本身也没公权力，如果有些人因为你这样跟他讲的不客气，他因而跟你造成一些冲突，对摊商也不好了。林田国表示，早伫2014年10月开始，台北市宁夏夜市就正做全国第一个无薰美食夜市，也就是暗时6点到12点，有违禁婚区的区域拢全面禁薰。近年来，包含大环在内开始食薰的人有变少，虽台北市卫生局无定时会派人去劝导袂听会处罚。不过想要进一步核对新婚爱护环境在场，才有办法进行，安尼爱向未少人力。所以未来若是想要推广到全国夜市啊相关爱护配套，若无就会失去禁婚的美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